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所有的修持的前面呢，就是自己就发愿的，自己的发愿呢，就是在修持的过程是非常的漫长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呢，也是不是每天都是顺顺利利能够可以修持佛法，那么相当也是就没有任何的障碍的那种的话，那就可能很多的修行人都是一开始接触佛法，都到最后成就之间都是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嘛，只要是他能够可以进入佛法的就圆满。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能够修持成就的修行人是这么少？原因是什么呢？修持的过程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是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这些一切障碍能够可以在度过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第一个发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就是自己要立下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坚定的一个愿，然后就我不能够可以修持成就之间，我在根本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障碍的什么样子的因缘，我都会进行，而且不会放弃，永远不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誓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弥勒尊者也是同样的发了誓愿，然后他既然这样发了誓愿，但是后代我们可以看得到，修持的过程当中，他苦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有非常非常的痛苦几天过后，上师又将他带到西南方向一处险要位置，对他说：“你在这里建造一幢灰白色四方形的9层楼，加上宝顶共10层，建好后不会再让你拆毁，并且传你窍诀。你一心修持时，我将为你准备修行的口粮。”在打地基时，上师的3大星子游戏时滚来一块大石头，他也用来起地基了。2层楼刚刚修好，上师来看后问：“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取来的？”他讲述了缘由。上师说：“我的那几位弟子是修深源池里的瑜伽士，他们岂能做你的奴仆？快取出那块石头送回原处。”他又从房顶开始拆掉，取出那块石头送回原处了。上师又说：“你自己再搬回来放上了吧。”他又搬来如前一样放好，继续建造。第7层楼建起时，腰部又剩了一个层。上师过来对他说：“你暂时把这个工程放下来，在下面建一座有12根柱子带卫生间的走廊。”他又开始修建走廊，进贡时脊背上又省了一个层。当时藏龙地方的什么？能跟传播来求圣的金刚灌顶。求圣的金刚灌顶对，多了地方的侧多王来求密集金刚灌顶，他们2人来时，因为建房这一事情马上就要完成了，所以这是弥勒里巴尊者他自己想的，就有来这2位弟子各不同的地方来的2个弟子，可能还有很多的眷属一起呢求法的这些过程当中，他都想上师这一次有传法的时候，我的那个建房子的这个工程也差不多快要圆满了，所以就是我这次有帮上师建那个房子，而且是这个有功劳嘛，所以应该是会得到那个怎么说呢，佛法传承。就这样，他也是怎么说呢，接触佛法的传承，然后到那个传法的行列。那拉里巴就跑去，希望能得到灌顶，坐在灌顶行列中希望能得到灌顶，结果又遭到上师的责骂和痛打，并从灌顶行列中赶了出来。当时弥勒里巴尊整个背上伤痕累累，3个脏骨流出脓血，
疼痛难忍，但他仍然被上图去继续修建房子。那么这种时候他也没有放弃，也没有生气，然后就没有那么容易的放弃上师，也没有那么容易的放弃佛法，他又继续在修建房子。又一次，龙帝的鄂顿秋多来求习金刚的灌顶，当时师母将私房财产一颗大松耳石给了他，这就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怎么说呢，很辛苦的建造房子，然后上司也一直都是骂他，然后对他一点都不好，好像看起来就是上司都非常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小孩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就师母也是非常心疼这个小孩，所以经常都是师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背着上司给他一些饮食啊，对他好一点。这样的时候，上司如果看到的话，也是一起打一起骂，就这样很多次。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师母也是想办法，他们两个就师母有一个他自己在嫁过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父亲给他了一个那个绿松石。那个就是目前为止没有让那个马尔巴尊者看过的，所以呢，就师母把这个松耳石呢，就是给弥勒里巴尊者，就是说这一次你去请法的时候，就先供养这个松耳石，然后就看会不会上师给你传法。他们就想应该有供养的，有东西供养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能够可以获得灌顶，就这样想，是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作为灌顶贡品，他又坐在灌顶行列中，结果上次一样挨了一个痛打，在骂，没有得到灌顶。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是问弥勒里巴尊者说，他先把那个绿松石要供养给上师的时候，上师问他说，这个你从哪里拿来的？那弥勒里巴尊者也是说从师母手上得到的。他也问师母，那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各方的释放的一个财产？你人也是我的，那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释放的财产？所以这就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所以这样就卢松是没有还给他们，而且是他们两个同样的，在同一个时间两个都打，然后就赶了出来，也一样的没有得到那个灌顶。现在肯定不会得到法了，那就是已经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都已经这么多次的，就是怎么说呢？每次的希望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就弥勒里巴尊者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他就觉得现在一定不会得到佛法有时漂泊异乡，那他就是走到一些其他的那个村落，然后没有在上师的跟前，他就没有任何的方向。但是呢，他就到了一户人家，帮他们念诵般若八千颂，在那里看到昌地菩萨的传记，以此为缘，他想，我为求正法，要坚持苦行，恭敬上师，依教奉行，令使欢喜。于是他返回了，可回到上师那里后，仍然只是挨打受骂，他非常伤心失望。这时，师母派他二等上师面前请求法，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带下去，带下去的话也是好像也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感觉，上师也不给他传法，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法，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着急，那师母也着急，所以师母又帮他写信去二等上师的跟前，然后二等上师是那个马尔巴尊者的这个弟子，所以呢就师母写信，那二等上师肯定是会答应传法给弥勒里巴尊者嘛，所以二等上师传给他窍诀后，他进行修持，但是因为得到上师的允许，所以未能升起稍许功德。他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功德，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后来
遵照上师的吩咐，随恶等上师一起到马尔巴上师的面前。到了马尔巴上师那里，一日在一次回宫的行列中，上师严厉呵责了他和恶等上师及师母，又狠狠地打了他们。上师的意思就是你们3个人共同起来，然后就是要相当于是不听他的话，也这样打他们，也骂他们，就由行列中赶出去。他心想，那个时候弥勒日巴尊者的心里想，我所造恶业的罪障如此深重，不但自己受苦，还连累恶等上师和其师母就这样受这样的苦。现在无法得到正法，反而只有造罪，还不如自杀死了好。想到这里，他准备自杀，被恶等上师劝住了。这时马尔巴上师怒气和消，将他们师徒2人唤到面前，从此开始示述他，并赐予许多善妙的教诲，给他取名为密勒金刚传。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真正的给他传法，然后就可以让他在跟其他的这些弟子一样的，就是坐在灌顶的行列中。那你前面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苦心，已经很长时间，就是医治了上师，然后就一教奉行的这样的功德，所以呢，就是在灌顶的时候呢，就得到的感受跟成就不一样。在胜利金刚灌顶时，上师限量显示了62本尊坛城，赐他命名为孝金刚。所有的灌顶与窍解以诸门妙品的方式传授给他。弥勒日巴也是猛力精进，苦心修持，最后获得了共同和殊胜的成就。往昔出世的所有的印度和西藏的大彻者、持理成就者，他们也都是依着了真正的上师善知识后，依照上师言教行持，最后以上师的一行成为无二无别。所以我们对上师的一切行为不能生邪见，也不能有欺狂狡诈的心态，予以正直的秉性来医治上师。如果没有这样的医治，仅仅说一个小小妄意的，其罪业也是极其严重的。接下来又是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就先不解释，我们就直接慢慢的念下去。自本作人着空中